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过年去人济所在，爱注意蒸馏仔。蒸馏仔台语安尼写，蒸馏仔。扒手、三只手，专门伫公共场所讲偷摕钱的贼仔，台语讲蒸馏仔。阿金去年货大街款年货，钱去互蒸馏仔挣去。伊出国游览，拄着蒸馏仔，甲伊的钱蒸了了。也阁有职工为菜市仔转来，裤底仔破一空。放伫裤底仔钱，毋知当时去互蒸馏仔挣去。蒸馏仔的钮是丝仔线，蒸馏就是甲人衫裤的丝仔线夹开偷摕钱，所以蒸馏仔就是讲偷加衫裤偷摕钱的人。钮嘛使做量词，台语教典有举例：一溜线、三溜面线。过来，华语的纵容，台语讲无甲管，无甲钮。囡仔爱管教，安尼无甲管无甲钮，恐惊像俗语讲的“细汉偷挽布，大汉偷牵牛”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蒸馏仔实在真趣味。